日轩，日轩，你怎么会来京城？我来这找你，我担心你。琳琅在太乙山来报，说你中毒受伤。琳琅现在何处？许久都没有消息。你不该来这里。这几日养好了伤，就赶紧回月灵宫吧。那你呢？你什么时候回去？我自有我的安排。你是去找他吗？你爷爷在梦中呼唤的那个月影，是不是就是你心心念念的爱人？不要提他的名字。日旭，忘了他吧。你早就知道我对你的心意。无论他做了什么，我都可以做得10倍100倍的好。我的心，我的命，是你的。我可以为了你去死。你我根本就不可能。为什么？我有什么不好？我到底哪里比不上他？你不是他，我爱他。我们只需要彼此，便可以活下去。这就是我坚持到现在的理由。好，你还记得你之前答应过我的事吗？记得，为你所用，帮你完成3个愿望。第1件，为我所用3年。好。第2件，助我夺取月灵宫大权。那第3件呢？等到你做完前2件事，我自然会告诉你。你的伤势好些了吗？多谢姑姑关心，已经好的差不多了。沐尘，你练七诀已经误入歧途，需要静心调节。这阵子不要再练了。何谓误入歧途？七诀增进内功心法，在内力精进的时候很难控制，极易走火入魔。到时候，你便不能掌控自己，心魔就会开始滋生。你有没有发现，你现在每次运功的时候，起始非常强劲，但是不久之后，便会心绪不宁，内力在五脏六腑中乱窜。这就是心魔。那我该如何克服自己的心魔呢？战胜自己的内心。魔教已经入侵我太乙山，他们的目的是偷走月亮花种。我担心小师妹在京城的安全。这也是我所担心的。
在冉冉脑内插入金针已经3年了。这3年里，我读遍医书，却也只找到了一点点线索，去医治它。时间非常紧迫，稍有触动，金针便会松动。我已经在月亮花周围布下了结界，魔教的人应该不会轻易靠近。我想下山去看一下小师妹。也好，月亮花有我和姚兵照看。你去京城探探虚实，我们也好安心。切记，这阵子别再练气诀了。你说说你们，你们要是把玩的心思都放在练功上，咱们太乙派早就出第2个萧慕尘了。二师兄好。我要下山几日。下山？下山做什么？你的伤怎么办？月亮花种怎么办？魔教入侵，我担心小师妹的安危。我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月亮花种已经布下结界，还需要你和素女姑姑多照看。你要去找冉冉，我也要去。不行，你要留在这里照顾他们。这你是从哪儿来的？啊，喂，你倒是给我说清楚啊！这是小时候我娘给我绑的，说这个可以辟邪。别人家的孩子都是绑个玉什么的，我娘倒好，给我绑个破木头。挺好的。朗儿，现在距婚期还有一段时间，届时你想将府邸置于何处？为父去帮你办好。爹爹拿主意便好。孩儿住哪儿都可以。看你能回心转意，爹爹真是多年没这么高兴过了。等冉冉过门之后，我就一心一意等着抱孙子了。等一下，原来你没有睡着，你在骗我。我跟你说过，让你不要再来了。我也不想来。那你为何还要来到这里？就因为我像你的月影。我不是月影。我知道。那你应该去找他，而不是我。月影他已经死了，他不存在于这个世间了。可是，我忘不了他，我也不敢忘了他。如果连我都忘记他的话，就好像他从来都没有存在过这个世界上一样。
别过来！别妄想从我的身上找到月影的影子。秦朗拜见初阳公主。不必多礼，当在自己家就好了。朗儿今天来，是来看我们家冉冉的。不，晚辈今日来是带了些南方的时令鲜果，快马加鞭，想要给初阳公主还有丞相大人尝尝鲜。朗儿有心了。哪里，是晚辈应尽的孝心。夫人，娄家堡的聘礼已经悉数退回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晚辈还要回衙门办事，今日就先不打扰了。那我就不多留你了。公主留步，秦朗告辞。我很担心你，日轩。你尽快回月灵宫吧。我只是来看看你。你的伤已经好了，就没有再待下去的必要了。那你什么时候回月灵宫？办完事情，自然会回去。日轩，我害怕有朝一日师父他逃出来了。所以，你现在应该尽快回去，去帮我搜寻九半灵芝的下落。你难道忘了吗？我没忘。我答应你的3件事情，我会做到的。我知道第3件事情永远无法实现。要我走，可以，我要带他走，带他一起走。看来公主果然被他们囚禁起来了。公主，琳琅这就去救您。日轩的武功我比不上，叶惊天的传承我也没有。不过照今天看来，这2个人未必是一条心。等我找到公主，就让公主来处决你们吧。谁？我一直都想来见见你。你为何要来见我？我并不认识你。我之所以想来见你，也是因为一个人。因为谁？要想知道是谁，何不跟我走一趟？怎么回事？小师妹，你撤！琳琅，该死的马，自己不跑让我跑。
热血，我只是想知道，你到底能为他牺牲到什么程度，或者他的心里到底有没有你？小师妹。 醒醒，小师妹！琳琅，多日不见，姐姐很担心你。今天姐姐不用挂念我，琳琅很好啊。琳琅，过来，让姐姐看看你的伤势。我没事，今天姐姐，你还是去看看你车里的月影吧，他要让人给救走了。 你是谁？要带我小师妹去哪儿？快放了我九师兄，与他无关，你让我去哪儿都可以，别伤害他。我不管你是谁啊，我乃太乙山首席弟子岳峰，风流倜傥，功夫了得，我不允许任何人伤害我小师妹。你要是听清楚了的话，就赶紧住手，赶紧滚，听见没有？九师兄，你没事吧？苏姑娘，我说了，我不会伤害你。 你为什么就不信呢？这位姑娘，不是我不相信你，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你，也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，更不知道你带我来的目的。你要带我去见什么人？我怎么可能跟你走呢？如果我说，你跟我要见的人是日轩，你去不去？日轩？对，月灵宫右护法，日轩。 你和他是什么关系？你在意吗？我不想去见他。我求求你，别让我去见他。这可由不得你了。九师兄，你别伤害他，跟你去，我跟你去就是了。他跟日轩到底是什么关系？九师兄，九师兄，九师兄，你醒醒！ 九师兄，九师兄，小师妹，小师妹，小师妹，咱们怎么被绑起来了呀？这是哪儿啊？我也不知道。那个女人把我们绑在这儿就走了，她好像和月灵宫有关。月灵宫？魔教？惨了惨了！ 听说魔教吸人血，杀人不眨眼，完了！小师妹，有时候再多钱都没用啊！小师妹，快，把那块石头提过来啊！在哪？你前面，那你前面啊！ 我以为你已经走了。你又要去找他吗？我怜你孤苦，且曾经对我有救命之恩，所以这些年才对你倍加照顾。但你记住，今后不许你再接近他半步。
的心不在我这儿，我知道。今天我来，就是想成全你。硝烟已散，烛火风中缠，多少遗憾独留一声叹。雨当空阶，离长短，相见时已难，想念何以堪？多顿的东去，火畔的春来，蓦然回首，已青丝鬓染白。相见时已难，想念彻骨寒。当桃花已乱，火药花已乱。昨日少年着青衫梦里还，昨日少年着青衫梦里还。